遐咱检查咱的手机，看有关机，还是有震动的吼，静音吼。吼，咱礼拜停书中间一直拢顺利啊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仔日特别为着早起第3场礼拜来祈祷。虽然即几工天气虽然寒冷，嘛有种袂因为安尼无倒来到阮的中间来敬拜。求主恩待因，守护因养助身躯甲心神，嘛保守伫即阵要来到阮中间敬拜兄弟姊妹。恳求你陪伴阮的心，互阮伫礼拜中间着听上帝话，信心的提醒，伫圣餐的中间领受你的恩典。愿阮将一切劳苦重担放伫边仔，会当专心来敬拜你，仰望你的恩典。嘛恳求你祝福所有服侍的同工，或者同工同心合意，伫礼拜的停书中间尽家己本分。嘛恳求守护你大能的气力，互因会当专心来服侍。主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，互阮每一人有敬虔的心，无受到阻挡，是较无甲主你同在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
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必切追找你，亲像地空含无水，我的心喙焦却无你，我的肉体幸无你到要昏去。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关联甲阳光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47首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圣诗第47首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这时，请阮由咱徛立，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三位一体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为圣神胞胎，对十字路万巴出世，为温柔约多忍耐受苦，应是的死埋葬垂暮，第三日对圣中国我，上天当作全面的上帝大名，伊的伟大过来审判我人甲世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度教会，圣徒相通，做舍命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家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
阮感谢你。虽然伫过去的一年，伫世界上犹原有战争、有地动，真无平安，但是，互阮搁较体会伫新的一年，阮知影会当平安健康伫遮实体组织做礼拜，会当甲兄弟姊妹坐咧边仔做伙礼拜是何等的恩典，阮要献上感恩。感谢主，互双连教会伫信仰前辈的服侍的根基顶悬，领受丰盛的产业。感谢主，互双连教会会当成做领5000的教会。主啊，阮愿意将阮所做的拢总献予你，求主赐予阮智慧，搁教示阮爱听阮的厝边，爱行到欠缺的人的中间，互双连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姊妹。伫未来的日子内底，会当去分享福音，去帮助弱势，因为你是顾念送乡人的上帝。主啊，我嘛要好好珍惜台湾的民主。这个民主是足侪前辈用因的性命换来，若无前人的牺牲，就无今仔日的民主甲自由。嘛求主赐恩典。特别为着台湾的少年人来祈祷，互因会当继续传承耶稣基督的精神，来实践信仰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。主啊，嘛要求你医治甲恢复阮中身躯有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有病痛的求你医治，有软弱的求你扶持。特别求主。亲自带领你所呼召新的中职团队，伫这个挑战变化真济的世代，会当勇敢承担责任，做好管家的职分，带领各教会向前迈进。求主帮助，亲自帮助相连所有忠心回应呼召的萝卜，每一位同工，阮服侍的呼召拢是出自你。阮服侍的力量嘛在伫你，求主帮助服侍你的人，拢会当倚靠主，学习如何谦卑来回应呼召。伫呼召的所在，尽心尽力。教会是甚物？教会就是所有你选召的人。愿阮伫遮做礼拜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回应你的呼召。这是阮搁一摆的自己伫你的面前，求你。透过皮牧师的嘴，用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提醒阮的心，求你对阮的心讲话，互阮所听到生命的道理，会当成做阮生命的根基，帮助阮会当甲生命定根伫石盘的顶悬。感谢主，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无够业，只是阮要用主加是阮的祈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。这是请咱撒迦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14篇，第诗篇57篇，第信息后壁第21面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！我要投降伫你实果的庇荫下。我要求救至高的上帝。
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。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。伊的喙齿是枪是箭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。伊甲我的骹步设路网。伊伫我的面前开巷坑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起码色啊，恁着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。这时，咱要请妇女合唱团领咱来学罗上帝，因要今的死时主成万项奥妙。你
撒加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利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伫现代台语汉语版892页，现代中文译本573页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利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阿达西西做波斯皇帝第20年，纪事历月，我伫波斯的京城苏珊。有一日，我一个兄弟哈拿尼，甲几啊个对犹大来的人来找我。我对因探听遐个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的犹太人，甲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因甲我讲，遐个流放倒转去的人，伫犹大省遐拄着大灾难，受淫辱，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我听到这个话，就坐落来啼哭，哀伤几若日，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接祈祷讲：上主，伫天顶至大听敬畏的上帝啊！你对遐个听你、遵守你诫命的人羞辱、死仁爱，恳求你压耳孔听，开目睭看，听你的仆人伫遮为着以色列人每日伫你面前的祈祷，宁愿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罪，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。阮恶意反抗你，无遵守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诫命、规律、命令。求你会记得你对你的仆人摩西应允的话讲：恁若对我无忠实，我就要将恁分散去列国。毋过你若归我，遵行我的诫命，恁就是受赶散去天边海角。我嘛要对遐，互恁聚集我来，带恁到我所竞选，互人来敬拜我的所在。因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子民，是你用大快乐、大关联的手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压耳孔听你的仆人，甲遐意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。阁求你，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对王得到稳定。迄时，我做王的酒政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阁照咧行的人。今仔日培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：求你压耳孔听我的祈祷。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咱旧年有读圣经无？今年有读无？旧年咱年底有读什么记？利希米记对无？咱咧读圣经的中间，希望大家逐工读。伫读中间，当牧师在分享时，你看我都听到讲这是记载伫倒位，我有印象哦。可能有人无了解利希米。利希米的家庭的背景，我简单来介绍。伊是受掠到波斯帝国这犹太人户的，出身是可能是犹大这个支派。伊的职业就是做一个酒政，伫这王的边仔做这个酒政，就是传这王的食物啊、啉的物件，是受到王所信任的人。当然负责这王的食物的安全。时常有机会甲这王来交配。后来伊派遮做一个省长，入面做犹大的省长。伫遐嘛是狩猎归回了第3批，转去故乡的这个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呢，利希米真特别，头一批倒转去故乡的人是王的后代。是这所罗巴伯。第2批转去故乡的是祭司的家族以色列。
第三批才是尼希米，但是尼希米不是君王的后代，也不是利未族，嘛不是祭司，伊是普通的一个人。但是咱透过尼希米中间，伊对上帝祈祷来做伙来思想，咱有关伫祈祷的代志。时常咱讲，咱祈祷都一定爱祈祷，但是我相信真侪人祈祷，伊心内底有一个犹豫，讲：牧师啊，我著祈祷遮尔久啊，为什么我祈祷的，敢若上帝拢无回应？也是讲，主啊，我祈祷遮尔济代志，那暂时你拢无在听。但是上帝敢毋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吗？所以头一个咱来想看觅咧，咱祈祷的时是怎样的祈祷？头一样代志，咱将这所领受的放在祈祷的中间。对于尼希米来讲，伊领受到什么？这百姓对这耶路撒冷来的人甲因讲，因的百姓拄到真大的灾难，受到凌辱，城门城市拢受到毁坏。伊听到安尼个代志，就放伫祈祷中间，流目屎艰苦。紧正祈祷，我毋知你有在祈祷无？但是有当时，咱看到什么，上帝感动你，将这感动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可能迄个是一个图，可能是一个感动，一句话，你永远记伫心内。但是咱真做一个祈祷的人，咱真做祈祷徒，有一项真重要代志，就是将你所领受的圣神感动你的，放伫祈祷的中间。当尼希米听着故乡拄着这么大的灾难，人民心肝心真痛苦，伊就向上帝来敬谢祈祷。你若详细看尼希米记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13章中间。真侪经文记载讲，写讲我的上帝啊，过来就是伊的祈祷。伊生命中间祈祷真做伊生活中间时常的代志。但是有当时咱袂记呢，你有逐工祈祷无？咱逐工真无用，有留一寡时间，互上帝来听上帝向咱来讲话嘛。上帝时常提醒咱，当咱日常生活接触这么侪物件，无论是人，无论是代志，上帝伊将一寡物件放伫你的心内来感动你。那亲像上帝将这要帮助这尼希米转去故乡帮助伊百姓来起造这城市，起造这围墙，这是上帝心意啊！教会。每一个人拢爱祈祷，祈祷是咱的使命，毋是咱应付咧。尼希米的生活中间，时常就不断祈祷，拄着代志，看到啥物代志，领受的，就向上帝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回应。但是咱时常在祈祷中间就袂记啊，我就无用啊，上帝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安怎处理啊？求你帮助，求你祝福，啊，就走啊。有当时咱真无因中间无注意听候主，专心听主的回应，咱只是甲上帝报告。但是咱对尼希米来讲，伊甲上帝紧正祈祷了，求上帝出声，上帝就回应伊的祈祷啊。所以咱回应上帝祈祷时，咱爱知影祈祷的内容啊，是上帝做主。上帝角度来祈祷，真侪人祈祷，上帝无听伊祈祷，毋是伊祈祷无好，是伊祈祷毋是上帝心意。咱看第50到第70个所在，咱来看尼希米的祈祷中间，伊讲：我是你的奴仆，对啊，你下面。尼希米的祈祷的内容是上帝做主，上帝最忠心啊！
无怪伊的祈祷，上帝拢回应，上帝嘛听。后来祈祷是掠着上帝应允。第80到第90所在，伊讲啊，上帝啊，你讲阮的百姓犯罪，拜偶像，互分散到世界其他国家，阮会当搁一摆倒转来，咱着遵守上帝命令悔改。你将这天边海角，搁组织咱，搁转来这耶路撒冷、以色列这国家。这是上帝应允的。你看伊祈祷的内容中间，就是掠着上帝应允。咱伫服侍中间，咱伫祈祷中间是掠着上帝应允，还是别人所分享的？别人甲你讲的，新闻所写的呢？毋是啊，咱祈祷是掠着上帝应允。尼希米是掠着上帝应允。主啊，你捌讲过，上帝你捌讲过，当阮认罪悔改，你互阮倒转来耶路撒冷，阮的故乡。伊毋是挂着耶路撒冷拍远啊，其实对带入受掠到巴比伦的人来讲，生活真自由啊。虽然受掠，但是生活真自由，会当做生意。搭伫巴比伦生活真好，为什么要转来故乡拍远的所在？因为爱掠着上帝应允，毋是别人所讲的。别人所讲的可能是一个意见，毋是上帝心意啊。当你祈祷的中间，你有领受着上帝心意吗？上帝向你出声。你是要掠着上帝心意啊！顶礼拜咱的教会新年中职同工就任啊，我感觉真感动，大家有热心，同心合意出来服侍。但是咱的同工、咱的领袖、咱的中职，有做伙时常祈祷嘛？领受上帝心意，掠着上帝应允嘛？我是感觉讲。真做一个领袖，这是上界重要。掠着上帝应允，就是掠着上帝意向。意向可能几代无一定完成，咱亲像亚伯拉罕领受着上帝意向，互伊子孙真济啊。但是伫迄代无完全完成啊。而咱的教会有真济上帝互咱的使命甲意向。可能是几代才是完成，但是过去咱上得到上帝引带带领，咱有安养中心，咱有建立什么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咱有幼稚园，咱有真正行伫上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, and welcome to Shuangdian Presbyterian Church's English ministry. We're going to get started in just a few moments, so while you take this time to prepare your hearts for worship, I would also ask that you prepare your phones by either turning them off completely or putting them in silent mode if you're using them as a Bible resource during the service. Thank you.
只有咱谦卑家己，领受上帝的意象，因为上帝意象是同款的，是咱领受无同款啊。但是咧，迫切祈祷，才会领受到同款意象，往头前来跑走。上帝是稳定的慈悲的上帝，伫计划中间，咱将祈祷，将这计划求上帝来赐福。第10到11所在，讲主啊，这个拢是你的路目，你家己的子民是大能困难所拯救的，求你听我祈祷。伊讲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会当顺利成功，这是上帝你的稳定。为什么王要听利希米所讲的？互伊转去故乡咧，做一个酒政，服侍王，这是必然的。由头到面伫服侍，这是无应该的。但是利希米心内底真艰苦，但是伊将伊的计划要转去耶路撒冷，这计划放在祈祷中间。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主啊，求你帮忙。但是王听利希米所讲的，帮助伊呢？要钱互伊钱，要材料互伊材料，派人保守伊转去耶路撒冷这所在，转去故乡的所在，因为上帝才是王，才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你的头家不是你的主，你上班所在头家不是你的主啊。对利希米来讲，伊头家不是王啊。是上帝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伊讲上帝，求你祝福我所计划。真侪人伫服侍中间，甲上帝祈祷，唔通袂记啊！咱甲上帝祈祷，毋是计划家己的代志，爱求上帝来祝福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代志啊！上帝必然实现伊家己所应允的每一项代志。后来真正，你看，利希米求上帝祝福，你家己的上帝啊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这是你的事工咧，你的旨意啊，求你帮助，求你祝福。伊将伊的计划时常放伫祈祷中间，转去耶路撒冷，起这城市啊城门，用这物件是52天的时间啊。伊组织这百姓讲，咱做伙来动工吧，咱做伙来起造吧。上帝赐福，加添伊快乐。伊甲这祭司伊斯拉做伙合作，因带百姓认罪悔改，宣读律法书，详细伊解决内部内面社会问题啊，比如讲这贵族。放真悬的利息钱，剥削这送养人。这送养人家利米讲，阮的子孙孙拢互这人做奴隶啊！无钱，阮产权，阮房地产，这物件拢互这有钱人摕去呢。但是，你看利希米怎样做？伊求上帝帮助啊！伊求上帝处理啊！是勇敢面对这款的困难的，伊伫安歇日，袂当做生理，禁止甲外邦人通婚，清起圣殿，互这个百姓恢复属灵的处事啊！伫规个利希米的中间，你注意甲看，注意甲读，伊不只是建立一个城墙。内部社会问题解决，过来就是宗教、人命、精神的这方面。伊起造不是一个城市，伊起造是上帝国度。咱在同心合作，按照意向来迈进的时，当然不是只有伫遐祈祷，咱信仰的平衡啊。咱做伙为着意向来付出咱的行动。利希米记第2章17、19、18讲，
一定看到圣经伫遐描写，耶路撒冷拍远啊，城门歹去啊，咱做伙定起做城墙吧，免着咱受凌辱。伊讲上帝怎样甲我同在帮助我？我甲皇帝所讲的上帝拢应允啊！咱做伙来起做吧。当你伫计划，当你伫祈祷中间，你领受上帝心意，是坐伫遐啥物拢无做吗？啊，上帝啊，这时间哦，咱是讲啊，上帝这时间是你的哦。啊，我着祈祷哦，剩的拢交互你，啊，坐伫遐拢无叮当，安尼敢对？毋是啊，咱不只是爱祈祷，咱嘛是爱有行动啊。尼希米甲这百姓讲，咱来做伙来起做吧。当这中级部师讲，咱做伙来起做教会时，你讲你的代志吗？毋是啊，这是咱全教会代志。咱是上帝囝儿，咱是上帝子民，咱做伙来同工。第二项，伫建造、起造、完成这意象，每一个阶段拢爱祈祷。尼希米第4章第8节到第9节伫中间，讲这外国人啊，做伙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。尼希米讲，我甲阮甲上帝祈祷，你也派人固守封闭这人，因咧起造这城市的时，起造这城墙的时，一方面有人会甲伊攻击，一方面伊伫祈祷，一方面来封闭这物件，一方面继续来起造。我相信上帝要透过上联教会完成真侪伊的心意甲意向。但是呢，对头到尾，每一个阶段，咱拢爱祈祷，因为祈祷是咱谦卑，祈祷是咱通领受上帝心意，祈祷是咱受到上帝来保护。第三项，领受，咱的中间同工无只，咱爱做正人的模范。尼希米第5章14、19、19节讲。伊做省长的12党的中间，拢无领任何的粮草，就是无领薪水啊。伊讲正经的省长，伊是互人民真大的负担啊。我无安尼做，因为我安怎？15节这个所在有写，因为我敬畏上帝。真做一个领袖的人，爱敬畏上帝，毋是惊人。惊人讲话，惊人讲这，惊人讲迄。头一项代志是爱敬畏上帝。伊无领这所谓的这薪水，就是正经的省长，互因真大人民真大负担。但是伊讲无，我无领这钱，我甲我的厝内底，我甲我的老婆做伙参与伫起造城墙这代志顶头。我无买先房地产哦，我老婆嘛参与这事工的中间，因为我知影人民的负担真重啊，真重啊！你看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是有钱人还是无钱人？大部分拢是无钱的人啊，丧乡的人、痛苦的人啊。里面去讲，我无因抽税啊，互因较好过日子啊，这是一个领袖的模范啊。领袖毋是讲百姓凊彩，互你痛苦，我家己过啊真好就好。真做一个领袖，啊，真做正人的模范。倒来，领袖爱勇敢面对攻击。真侪这外国人、外邦人看到因起这城市，起这是围墙、城墙的时，都伫遐讲：哦，亚利米，这个尼希米啊，尼希米啊，你要做王啊吗？你要起造你的城市，围墙围起来，城墙围起来，家己做王啊吗？真侪人外国人甲恐吓，这撒玛利亚的省长，参巴这其他的人，外国人看到因伫起造，就甲因恐吓。多比亚是啥物人？阿门人的官长，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啊。伊讲上帝话你来处罚因，
甚至因内部真侪遮的领袖贵族来攻击伊，交给外邦人，交给遮的先知想要恐吓伊。这先知敢毋是领受上帝心意？但是呢，伊交给遮外邦人做伙来攻击尼希米，所以真做一个领袖，真做一个上帝使用的同工，上帝都无唔通惊吓，勇敢面对攻击。尼希米第5章第7节的所在，嘛就讲到拄仔我所讲的，伊讲尼希米讲，我决定要解决这个事，我处理这个领袖、官长剥削家己同胞啊！这个领袖、这个官长，拢是真大势力的。但是呢，伊无惊，因为伊敬畏上帝，领受上帝意向。头前炮仗的人，我甲你保证，因真济人会攻击你。这唔通安尼做，遐唔通安尼做啊！你安尼做无效啦。但是呢，咱唔通惊，按目标，按上帝互咱目标来迈进。煞尾就是爱栽培，咱同心祈祷，按这意向来迈进的是爱栽培搁较侪同工，互伊有好的责任。伫第7章第1节到第3节。社树已经建立好，社门安置好，圣殿守卫、圣歌队拢摆好啊，利未人的工课拢处理好啊呢。但是伊派2个人来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代志。这2个人是靠敬畏上帝的人诶。你要咱教会真济小组，真济团契。真济无共的单位团契，这个事工，但是咱爱栽培同工起来。我看到咱教会真正真用心栽培同工，看到这袂歹，你看伊袂歹，为什么爱邀请伊同工？毋是伊真有钱，毋是伊真有社会地位，是安怎？是会当信任、敬畏上帝的人。栽培同工毋是凊凊彩彩啊！你看一个人的品行品格是，毋是1档2档呢？咱必须要以上迈进的时，完成上帝所交付咱的任务的时，有真济代志要处理，有一项真重要就是栽培同工啊！互因有责任做伙完成上帝旨意。你是迄个同工吗？愿上帝听阮的祈祷。做伙同心祈祷，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主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同心来祈祷。你互阮的少年教会有真济前辈打拼，为着完成主的意向，甚至牺牲家己，面对挑战无论的，勇敢往头前来跑走。主，你知影，阮是你所动用的奴仆，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上帝教会每一个好友来讲，主啊，阮愿意做伙来起做，阮愿意来起做一个基督的城墙，来保护上帝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起做这属灵的基督的城墙。主啊，我们有一个意向，就是要完成主的使命。我的人命今生，那参像尼希米改革社会、宗教改革，互这人认罪悔改，听主的改名，听主的心意，回转，成做主你的见证，传主的福音，完成你的呼召。主，我当心祈祷在你面前。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这是请咱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第215首，圣诗第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钉死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拱手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、甲献信礼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齐道，共守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既若着磨担重担，就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讲，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，祝谢来对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通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你要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祝谢，所以即时咱着照伊的模样。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现在阮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纪念主耶稣永远的祭祀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圣别阮，也圣别者的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。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顺出双手，用恭敬的心接受这个饼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
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咱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，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着咱所流的。
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去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上帝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。亲爱的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感纳阮，也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能继续这圣洁的交通。互阮的灵命不断成长，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，来做伙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。阮愿意奉献的，毋单是金钱，搁较是阮的专心、全人，会当食做主你合用的器皿，所做会当合主的心意。阮愿意做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，成做济济人的帮赞甲祝福。感谢主，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长，请坐。这时单我来报告，成林牧区事工顶半年度牧养同工训练会，小组长安怎伫足侪年的服侍中，会当甲新朋友做伙成长，嘛会当得到喜乐。主办是七星中会教育部相连成林牧区，主题是蒙福的服侍，时间是伫2月初7。拜六下晡1点到4点，地点伫10楼礼拜堂。讲员是张雅慧老师，伊是正大心理系的博士，台湾神学院导合硕士，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灵性教育在职专班副教授兼主任。内容有2点，第一点，阮会当安怎来训练筹备的小组长，搁安怎会当留小组的新朋友。欢迎教会牧长团队、团契小组，甲现任的筹备同工、大小家长、区长、牧区委员，甲对即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会当报名来参加。咱用线顶来报名。若是有要活动的，请你会当联络林干事，分期是220。第二点，恭喜本会林建迪长老甲黄兆英长老娘的查某囝林义心姊妹，伫1月10号得到一个囡仔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。这时，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。毋知有第一班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来敬拜无？这是咱三甲来吟上言第516首，上言516首，这是礼拜要刷续。请咱起立来吟。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上帝疼叹圣神的同在，甲众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
请坐，袂倒声阮强受车欠。